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。现在做伊无爱明仔载才倒来，安尼想无我搁俊杰过当食一个暗顿。你是在想啥？想甲你戆心戆心啊？你是毋是咧想俊杰甲若晴的关系？我听讲啦，若晴真紧特别来一片上班啊，阮阿妈做介这顺心部的啦，所以就得急甲俊杰、若晴两人绑做伙。你无煞专工哦，才有遮甲我讲这件代志。你倒个哪拢伫遮？你才认得啊？你今仔毋是甲你未婚妻食饭，安怎？你婚书拢讲好啊？是今年要办还是明年啊？我甲若是只不过是大学同学，毋是你讲的迄种关系。阿嬷真介意若晴，伊可能打算真紧特别甲若晴带你忙，敢讲你要违背伊的意思？敢讲我连选择爱情的权利拢无？咱出世是一款家庭，婚姻只是转上下的手段。你感觉爱情对咱来讲够重要？迄是你的看法，毋是俊杰。而且我认为，事业甲婚姻根本就无需要绑做伙。啊，迄何若晴，干那塞奶尔，对俊杰有啥物帮助啊？李克信，我看你甲若晴两人个性更加会配合，你两个以后肯定调冤家哦。我已经准备好啊，搬椅啊，伫咧厝内看你两个演戏。迄个有为上根本无可能做我大嫂。时间无早，我先来等啊。快点。歹势啊，今仔无就请你食饭，啊无改明仔载好无？明仔载，明仔载我甲俊豪啊，佮有可心要去台中出差。你放心啦，慧婷甲可心我会照顾好，你只要专心防台你的天金夫人就好啊。慧婷，希望你会当好好照顾伊。还有，我甲何若晴就是同学关系尔，请你莫甲后边乱讲啊。听讲，迄个何若晴嘛要来咱公司上班，嘛毋知影伊会去倒一个部门。伊当然会伫俊杰部门啦，毕竟未来因两人是翁仔某。俊杰，可心，啊你毋是甲慧婷要到俊豪去台中出差，那最近就回来，你无过暝？俊豪讲我会当免去啊，伊想要甲刘慧婷单独相处。喂，小李，歹势，这我较靠你。我想要甲你问一下哦，就是李副总要到刘慧婷伊去台中出差，是住倒一间饭店？啊？皇家温泉会馆，佫是李副总指定的。哦，好，我知影，多谢，拜拜。先做俊豪会选皇家温泉会馆。对嘛，要选哦，嘛应该爱选汽车旅馆，安尼规栋拢是因的，唔才会浪漫。哎，这个俊豪哦，会当做副总是因为慧婷，我想伊应该对慧婷的爱，拢满甲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啊。毋过慧婷根本就无爱，佮再讲我真正做烦恼俊豪会甲对慧婷做出啥物无礼貌的代志。慧婷会对俊豪会较感冒，迄是因为哦，因妈弄着伊爸。啊，毋过我相信俊豪若是好好甲慧婷回信咧，无伫甲伊即届告白一定会成功哦。
俊豪，这个会电拢不接电话啊。因人拢伫温泉会馆啊，当然嘛要好好泡一个温泉啊。是讲唔知影因敢袂做伙洗鸳鸯浴哦。俊杰，你要倒啊？我找会电。毋过因伫台中呢，漂亮活力。俊杰。我拜托你，你莫各项代志哦，拢想去歹所在去会用的无啊？就参像俊杰甲我讲啊，伊根本就无想要甲你比，而且俊杰嘛有亲嘴甲我讲，伊变做副总了后，伊是真心替你欢喜。俊杰。姐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慧玲，你千万别当有代志。我手机哪会关机啊？俊杰较快通互我诶。李俊豪，你是毋是偷我去洗手间的时阵，偷偷甲我手机关机？敢有？我袂记起啊，你想都要安尼做啊？因为我睇下俊杰，你较后哩。是安怎？你先做副总了后，亏人变啊足奇怪呢。较早你甲俊杰，我做经理的时阵，咱三个人毋是阁会当坐落来好好讲话？你记是俊杰无变啦，其实改变上大的人是伊。恁大人哪会讲甲做拢无共款啊？你拢讲叫我莫甲俊杰比较，还毋过私底下咧，煞一项摕我甲俊杰比。大家咧开会时阵，看我的眼神，就亲像咧看水我。大家拢咧等咧俊杰，甲我搭咧涂骹。我现在走。敢真正袂用这？敢真正袂用，互我一摆的机会？我进前讲就清楚啊，我无介意你，